一人公司最怕自己狀態差、冇動力，乜嘢都做唔到。就算你肯俾錢上堂買 app 都幫唔到你。今日雖然咧唔係分享硬知識，但係對於如何保持動力咧有好大嘅影響。因為當我療癒咗呢個問題之後，大大增加咗我嘅動力。Hello Grace 呢個頻道係講關於一人創業點樣利用自媒體去流量變現嘅。影片下方咧有關於流量變現嘅講座，睇完呢個影片記得去睇呢個講座啦。今日想分享一下我嘅 Instagram PTSD 經歷。首先咩叫 PTSD 呢？去 Google 一下，原來 PTSD 咧亦即係傷後壓力症。係一種經歷或者目擊咗重大創傷嘅事之後咧產生嘅一啲長期嘅心理狀況，一啲核心嘅症狀咧係包括發噩夢啦、閃回啦，即係成日都會諗翻起創傷相關嘅事物啦，又或者見到一啲類似嘅情況發生，就會即刻勾起嗰個痛苦嘅感覺，會有逃避相關事物啦。警覺性過高或者情緒麻木嘅，有時症狀係會維持超過1個月，並且係會影響生活，亦有可能係會延遲發覺嘅可能。咁其實我用 Instagram 點樣都唔會聯想到同 PTSD 有關聯。但其實諗翻起咧，係由好耐之前咧，我已經對 IG 產生咗好強烈嘅抗拒。呢種抗拒係每次一諗到我要用 IG 去 post 嘢啦，我就會好驚啦，心入邊覺得好有壓力啦，好抗拒，唔想去做呢個動作啊，甚至乎連電話都唔想拎起。咁呢個情況咧時好時壞嘅，所以我一直都唔覺得有咩問題，只係覺得有時個狀態冇咁好啦，唔想 post 嘢啦，可能嗰日心情差少少咯。但後嚟我發覺咧，呢個感覺係越嚟越強烈，一直都揮之不去。即使喺完全冇壓力嘅情況之下，都會有呢個感覺發生。對於一個創作者嚟講，有呢一個問題其實都幾困擾嘅，所以呢個感覺係唔好受啦，好討厭啦。但好明顯呢啲咁科技化嘅問題，其實好難同身邊嘅人去講，又或者未必有人會理解啦。咁於是乎咧，我就問 AI 啦，究竟點解會咁樣嘅咧？而佢嘅答案竟然係話我可能係患咗 Instagram 嘅 PTSD。因為佢提及嘅症狀，我大部分都有，只係唔係去到好嚴重。例如係心跳加快啊，好緊張啊，會出汗啊，總之係覺得個精神係好唔舒服啊，好焦慮啊，成個人好不安啊咁樣。確實我係咪真係有 Instagram PTSD 呢？確實我係冇揾醫生去診斷，但無可否認嘅係，某程度上我都幾驚 IG， 好驚一打開 IG 就會見到其他人嘅內容啦，睇會驚，我自己 post 嘢更加會驚。但係講緊明明我已經整好晒成個 post， 剪好晒成段片，寫好晒 caption， 但係我都會好驚好擔心，我唔敢去撳發布嗰個掣咯。好多時我係唔會即刻 post 啦，我會覺得如果我要撳即刻 post 咧，我就會開始心跳加快啦，好緊張啊，甚至會有少少頭痛。然後我就會開始反省下自己啦，究竟我係由幾時開始有呢一種感覺嘅呢？追溯到去幾年前啦。其實當時我嘅流量係升得好勁嘅，差唔多每日升100零個 followers 咧係基本啦。但每日得打開嘅 IG 一睇啲數據，一有少少跌咗，我就會覺得好焦慮啦。我同同事咧其實係會有個表去 track 住我哋每一日嘅數據嘅。見到一唔好數咧，我就會即刻 review 一下嗰啲內容啊、啲設計啊同排版啊。望住啲數字，我係會心跳加快啦，覺得血壓上升啦，升到會覺得好似啲血咧衝晒上個頭殼頂咁樣。我好印象深刻咧，有一次星期日嘅朝早啦，我一起身咧就見到有個 post 出咗咯，但係個成效就麻麻地。於是乎咧，我就好緊張啦，跟住即刻開咗個電腦，重新執過晒啲設計，執過晒啲排版。咁我諗大概就係嗰陣時，我就開始會有呢個症狀，就係而當長時間落嚟之後咧，我慢慢就會覺得好驚，好似潛意識每一次一開 IG 就會諗起嗰啲血會衝晒上去個頭，嗰種心跳加快、好緊張、好不安嘅感覺。而時隔咁耐，我先 realize 呢一件事原來對我嘅影響都幾深遠嘅喎。因為之後每一次當我諗起 IG， 我都係帶住一份好緊張、好抗拒嘅心情，我係冇辦法可以好好咁樣去 enjoy。而呢一樣嘢對於創作者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心理關口喎。佢令到我冇晒動力啦。
而呢個狀態仲要係維持咗好幾年。你諗下，我係一個成日都要出 post 嘅人，但係每次一諗起 IG， 我就會覺得好大嘅精神壓力啊、情緒壓力啊。你諗下呢樣嘢係幾咁困擾呢？咁最後我點樣去面對呢？就係我用咗啲療愈嘅方法啦。咁而呢個療愈嘅方法呢，就係同我自己講：唉，我以前真係逼得自己太緊啦，令到自己好受傷。對唔住啊，我而家唔會噶啦，你辛苦啦。我而家識得用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去經營，你以後都唔需要再咁樣噶啦。我就成日練習同自己去講呢一番說話。咁呢個練習呢，我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呢，我就發覺我真係冇咁抗拒去用 IG 啦，開始慢慢有翻啲想去 post 嘅衝動。所以我覺得創業唔單單止淨係講話你賺錢啊，點樣去用 social media， 更加深層次嘅就係你點樣學習同自己去相處。當你喺某一啲事上面可能係逼得自己太緊啊，令到自己受傷啊，又或者你覺得好大壓力啊，你點樣去處理？點樣去揾方法療愈自己呢？呢個都係我哋人生嘅課題去學習。點解同大家分享呢個故事呢？係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嘅創業路上都有唔同類型或者唔同程度嘅 PTSD， 有啲心理關口需要去跨過，但係你跨唔過，或者未跨過。咁我好強烈建議大家咧，都唔好忽視呢啲內心嘅聲音，因為呢啲事情可能係好微細啦，但係累積落嚟咧，會令到你一個好大嘅影響。點樣令到自己喺創業路上努力得嚟，而係一個開心嘅狀態，都係一個漫長嘅學習。By the way，我最近咧有個諗法就係去開一個訂閱嘅會員群組。呢個諗法其實上年已經做過，就係 HMC Club Happy Money Club。不過嗰次嘅 launch 咧，最終都係失敗咗。咁如果咧你有興趣聽下究竟我點去 launch 呢一個嘅 club，而最尾係因為咩原因失敗呢，都可以去下面留言 HMC。咁多人留言咧，我都會分享翻整個 launch 嘅失敗嘅過程。其中一個失敗嘅原因就係我覺得我有啲唔係好 ready 去 launch 呢個群組嘅。但當其時因為有個人想同我 partner 去做呢件事啦，而且我亦都喺度諗，與其我喺度估下究竟呢件事係 work 唔 work，咁不如我真係試下去 launch 咗佢，再睇一個市場嘅反應啦。咁如果市場反應好，我哋先至開始做呢件事。如果唔得嘅話呢，我哋就 turn down 呢件事。咁當然啦，最尾就係 launch 唔成啦。咁但係呢個諗法我係一直都冇離開過嘅，因為我覺得有啲資源又或者有啲經驗，其實好想私底下同大家去分享啊。譬如係一啲麻煩客人嘅經歷啊，我點樣去處理？我最後點樣建立咗啲 SOP 去處理呢啲事呢？點樣去拆彈呢？其實呢一啲嘢有好多資源都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覺得你哋都會好有用。但呢啲咁敏感嘅內容就真係唔方便同大家公開分享啊。咁所以都好想收集一下你嘅意見。如果我哋真係搞一個咁樣嘅會員群組，你哋會唔會有興趣呢？又或者你哋會期望呢個群組入邊會得到啲乜嘢，同埋點樣去幫你解決問題呢？又或者你純粹覺得有一個群組可以一齊去分享一下經驗，一齊提升一下動力？定係你希望個群組入邊有教學啊、定期嘅網上會面啊，或者工具分享等等。如果你對群組都有興趣嘅話咧，歡迎你去下面 Google Form 嗰度填簡單幾個問題，將來群組推出嘅時候咧就會馬上通知你。如果你對於一人公司點樣去創業同埋點樣可以長遠營運咧都有興趣嘅話，歡迎你去訂閱我哋嘅電郵啊！如果你中意今日嘅分享，你可以睇埋呢條影片，相信都會對你有幫助。如果你睇到你嚟呢度，歡迎你去下面留一個紅色嘅心心，等我知道你有睇到最尾，同埋記得 follow 我嘅 IG。我哋下個影片見，拜。